口嗰個位心口嗰個位，有時你留意到有啲女士咧都會有啲瘡瘡啊咁樣嘅，或者有啲暗粒啊，咁有啲係即係可能佢比較容易熱氣啊，即係食啲比較煎炸嘢多啊，都會出喺嗰個位。係啊，同埋壓力大啊，咁等等。你有冇用佢 client 揾你處理嘅就胸前嗰個位？有胸前通常都會加埋背脊噶啦，因為佢本身嚟講，佢個人嚟講咧，嗰個油脂咧比較旺盛，咁佢全身都係比較旺盛一啲嘅。咁其實每一個人分佈嘅地方咧都唔同嘅，有啲淨係喺個面，有啲個面生個身，係啊，有啲生心口，有啲背脊，係啊，嚇，或者係臀部嚇。或者手啦，手嗰個手嘅內側，手臂嘅內側係啦。咁如果手臂嗰啲位咧，手臂同埋大髀嗰啲位咧，好少話因為過多嘅油脂分泌形成嘅。咁就係另外一樣嘢咧，就係嗰個毛囊嘅堵塞啦。因為佢個皮膚嘅角化，每一日我哋都會角化噶嘛，即係話佢喺裏邊褪咗出嚟，變形成一個死咗嘅細胞而脫落啊嘛。咁佢喺嗰個過程裏邊咧，做得唔好咧，咁佢嗰個角化咗嘅角化唔到嘅一啲物質咧，就堵塞喺毛孔裏邊啦。咁有時可能會發炎啊，咁你會見到一粒粒啊咁樣樣。咁如果係我哋譬如心口啊、背脊啊或者臀部嗰啲地方咧，就通常係因為就係嗰啲或者唔清潔啦，或者油脂分泌比較旺盛咧，而令到嗰個毛孔堵塞啦，咁就又係亦都會引致發炎啦。咁但係兩者個處理方法咧係差唔多嘅啫，即係首先我哋要知道，佢毛孔係佢最主要嘅原因，因為個毛囊堵塞咗啦，令到發炎。咁首先我哋要消炎啦，同埋疏通翻個毛孔咧。咁我哋即係治理咗呢個本身嘅問題咧，咁就唔會再有咯。咁但係如果你個身體狀況一路都係咁嘅時候咧，咁可能你嗰個療程咧就要比較即係長啲嘅時間啦，或者係要用多一啲嘅方法去處理啦。咁有啲客人可能話幾次已經搞掂咗噶啦。咁但係有啲客人可能要10幾次啊咁樣，同埋翻到屋企亦都有啲保養嘅護理啊，咁我哋都會教翻啲客人咯。究竟翻到屋企點樣保養護理咧？等間要請教一下你啦。即係我諗好多女士們咧喺即係夏天嘅時候咧，佢哋都即係做好準備再次出擊噶嘛。係嘛？試啦，夏天嘅衫有時係大圓領啊，或者一字肩啊，或者tube top 啊，係咪小背心啊，就會出籠噶啦嘛，係咪？係啊。咁如果你話我鎖骨以下嘅位置、心口嘅位置或者背脊即係或者胸嘅兩側更加肋底嗰啲位置咧，如果處理得唔好嘅話咧，咁啊幾煞風景嘅。咁轉頭再請教你。好啊。唔想每日都要搽上厚厚嘅遮瑕膏，想面上嘅斑永遠離你而去，你需要去斑權威 Arch Beauty。Arch Beauty 引入全城至先進嘅美容儀器 QX 去斑王，有助淡化各類色斑、雀斑、老人斑同荷爾蒙斑，幫你重現淨白無瑕嘅完美肌膚。去斑權威 Arch Beauty 專業效果，一試即知。查詢熱線28876161，網址 archebeauty.com.hk。女士們嘅呢一個係即係皮膚嘅問題咧，由頸開始講到去心口嘅位置咧，通常咧即係除咗粒粒之外咧，佢哋仲有咩問題咧？如果心口先啊，心口除咗粒粒之外咧，咁可能都會有時曬，即係如果你成日去游水嘅，咁啊曬得犀利啊，咁會有斑啦，即係身體都會有斑噶嘛，或者係即係因為經過紫外線嘅照射，即係暴曬咧之後咧，會令到皮膚比較乾一啲。或者有紋啊咁樣，咁呢個都其實通常都係發生喺即係西方人嘅女士身上嘅，因為佢哋會比較中意曬。係啊，我有時見到即係西方嘅女性朋友咧，佢哋即係過咗某個年紀之後，其實唔係好大嘅咋。係啊。
30歲到嘅啫哈，即係有時你知啦 evening dress 嘅時候，佢哋有時都會低胸噶嘛，係啊會露出條頸啊，或者係呢個心口噶嘛，係睇到佢嗰個胸前啊，或者嗰個我哋所指嘅乳溝嗰個位置咧，係有接位啊，係有接位。反而喺中國人嘅喺亞洲人嗰啲就會少係見，乾紋咁咯。係啦，係開始有皺紋啊。咁係咪亞洲人或即係亞洲人亞洲嘅女性係得天獨厚咧？因為其實護理得好咧，係護理得好，因為你着住衫咧，其實係保護你嘅皮膚噶嘛。咁佢哋都如果係哇個心口好白好滑咧，咁佢通常都好少暴露出嚟噶啦，應該保護得好好嘅。咁樣即係會比較好啲啦，即係唔使話有咁多問題要去處理啊。咁但係即使喺你個工作裏邊處理女性喺嗰個心口嗰個位置或者乳溝個位置咧，有紋嘅機會就比較少啲，係咪？就都有咧。東方就係喎，嗰個位置比較少啲嘅。即係所以你都好少處理。係啊，咁通常冇乜機會處理即係去到乳房噶啦。如果處理紋嘅問題嘅話，咁但係我哋講翻嘅就係嗰個胸口，通常除咗粒粒之外，仲有咩問題啊？頭先我咪講咗係啲色素啊，或者係皮膚乾燥嘅問題啊。咁但係如果東方人皮膚乾燥少啲，比較少啦。係啊，色素又會唔會都比較少咧？喺東方人都係比較少啲嘅。所以通常大部分都係粒粒嘅問題。係啦，即係如果你話心口個位就係比較少啲嘅。但係心口去處理粒粒咧，其實係會難處理啲啊，手尾長啲啊，麻煩啲啊，因為其實都好簡單處理嘅咯。其實同嗰個面部係差唔多嘅，不過佢用嘅成分咧係比較濃啲。無論佢係個 home care 啦，或者係喺美容院啊，做一啲 treatment 嘅時候咧，一個治療護理嘅時候咧，嗰個濃度啊，或者係即係各方面咧，都係比較高一啲嘅。用嘅藥水啊等等，因為身體嗰個皮膚咧係厚過個面噶嘛，同埋頸噶嘛。咁除此之外咧，咁即係佢係需要強力啲嘅產品啦，即係佢受得起，先做到係啦，先受得佢因為佢受得起，同埋咧先夠力。去做到，但係如果你話頸嘅面咧，佢承受唔到咧，就會 over 咗啦。但通常處理即係心口嗰啲女性係即係心口嗰啲粒粒啊，係用啲咩方式去處理？用光啊，因為用即係我聽你講過嘅就係即係水晶磨皮啊、甘醇酸啊等等啊，有咩？有啲光咧係都可以做得到嘅。咁就即係某啲光啦，就可以施唔殺菌嘅。我嚟殺一啲比較頑強啊嘅，即係形成暗瘡嘅一啲菌啦。咁我哋就即係，但係咧佢會有個問題咧，就做完之後可能佢會引發咗佢出嚟先嘅。咁佢有個過程要去承受嘅。咁所以我哋咧就會建議客人咧係用一啲產品。比較濃度高啲嘅一啲酵素啦，或者係一啲用甘醇酸啊，咁都可以幫到佢嘅。咁就你或者係水楊酸啊。如果你真係有膿瘡嘅話咧，咁用水楊酸一定可以幫到佢啦。水楊酸 home care 嘅 product 嚟㗎，係咪？即係包括有啲成分嘅 home care product 啦，係啦，包括有啲成分嘅，或者係治療嘅過程裏邊咧，都會利用到呢啲一啲嘅產品嘅。不過當然治療嘅時候個濃度同你翻屋企嘅 home care 係唔同啦。因為譬如有啲嘢係唔可以長期使用嘅，例如水楊酸啦，咁佢係可以短期治療性質咁樣使用，長期咧係唔適宜嘅。咁但係甘醇酸就可以長期使用。咁但係都會局限咗某些時間啊。